大家好，我是介紹下客家 pronouns kata ganti bahasa Hakka 客尾代名詞哦，可以就係啲日音親就係嗌啊，係用小但個隻嚟下隻口，個譬如寫隻音個隻牙哦，或了啲日音親耳哦。你就寫像嘅呢嘅你，譬如寫呢隻三點水嘅是嗬，寫幾第三人稱嗬，就寫呢隻像其他嘅其，譬如寫呢隻影片嘅機嗬，譬如片嘅機嗬，跟住用呢個係用複數是寫雕，譬如沙雕沙哦，就係用英講係嗌雕沙，二雕沙，幾雕沙，譬如嗌雕，二雕，幾雕，跟住嗌沙，二沙，廿沙，譬如加沙哦，譬如嘅台面詞，跟住佢講到 Andy 哦，Andy 就係台灣用嘅一種係嘅意思係嗌雕嘅一種。過了另外嘅你講到咪有 possessive pronouns 就用亞夾嗌一種是啊，過了呀或者是呢隻個呢讀惹，跟住了咪弱，不好意思，跟住可以寫了咪有三點水嘅譬如寫嘅呢嘅你嗬，跟住了家家就可以寫呢隻苗圖，過了呢隻可以寫機，或者寫呢隻其他嘅詞嗬。另外就瓦解就寫呢隻是隻大下隻口嘅，過了隻解釋過了就可以寫呢隻中國呢個這個的這過了你可以講你雕沙該雕沙過了加去都是變從嘅該呀變加那些哦，從咧就從哩呀變咧跟住哩啊該你寫呢隻該嗬，即係你嘅找我知道，係就咪問題咪要你想愛問可以問嘅點嘅是你家下嗬，感謝大家看，拜拜。